求任何回报。耶稣保守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祷告。愿主的恩惠慈爱，常常与妈妈同在。愿主赐福我的妈妈，派天使保护她。愿主的爱围绕着她，愿生命充满着她。耶稣，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主的恩惠慈爱，常常与妈妈同在。愿主赐福我的妈妈，派天使保护她。愿主的爱围绕着她，愿生命充满着她。耶稣，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耶稣，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亲爱的妈妈，谢谢你，谢谢你的爱陪伴我长大。虽不能时时刻刻陪伴着你，但我知主耶稣一直与你同在。每天我在耶稣面前为你祝福祈祷。妈妈，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赐恩典给他。虽不能时时刻刻陪伴着他，但我知主耶稣一直与他同在。妈妈一生无悔付出，不求任何回报。耶稣保守我
主的恩惠慈爱，常常与妈妈同在。愿主赐福我的妈妈，派天使保护她。愿主的爱围绕着她，愿神灵充满着她。耶稣，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主的恩惠慈爱，常常与妈妈同在。愿主赐福我的妈妈，派天使保护她。愿主的爱围绕着她，愿神灵充满着她。耶稣，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耶稣，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亲爱的妈妈，谢谢你，谢谢你的爱陪伴我长大，虽不能时时刻刻陪伴。兄弟姊妹，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要开始会前祈祷进前，先提出恁家己的手机啊，检查手机啊，敢有关静音，还是关震动，还是规去甲伊关机。好，那才袂交要等下礼拜的程序。大家平安。平安。咱透早来到教堂来敬拜，但先咱先来唱一条诗歌，诗篇23篇。来，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恐的指教，伊予我到底是水的草路，带我伫安静水边，伊予我。
伫我对地面前为我摆设下，因有我的头壳，予我迄杯满满，稳定主必定脚，对我真是人。我要徛起伫耶和华的主的高引我。我要徛起，我要徛起伫耶和华的主的高引我。阿免耶和华是咱大家的牧者，咱同齐来念诗篇69篇13节来。毋过我接纳的是上主啊，我对你祈祷，上帝啊，求你照你丰盛的慈爱，照你真实可靠的拯救来应我。好，咱即阵要来做认罪悔改的祈祷，咱爱感谢阿罗主上帝，伊是公义的主，伊是创造万物公义主爱的主。咱嘛爱伫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咱每一个人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伫一礼拜头一日，就爱伫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咱同齐开声来祈祷。你啊，上帝，感谢你，往当你的一个能力，你伫阮所有保护，守护阮，是阮天下问题，大家要救阮。求主你来向我过去一个礼拜的时候，保定你是你的，求主你来赦免，我会当像我渴望较欢喜，当这上帝来领受你的疼痛甲祝福，主上帝，你是应来主你的上帝，你是公义、爱和平、阁有灵敏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的引带，伫阮悲伤的时，你甲阮伫地；伫阮得罪你的时，你也时常用温柔的声来提醒阮。阮要过一届，将家己献予你，求你来使用，求你用信心跟照阮，予阮勇敢无惊吓，对主来向前行。感谢主无停，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咱阁要来做医治甲头棒的祈祷，邀请主耶稣成做你心灵的主，将你的烦恼交托予主。咱嘛会使按手伫胸坎，因为咱有身躯有病痛的所在，咱爱按主来祈求，求主来医治，求主来头棒。咱即时来开声来祈祷。你将家己的性命献上，为着阮来牺牲，阮感谢你。即时，阮要邀请主耶稣，成做阮心灵的主，将阮每一个人的重担拢交托予主你。阮的忧伤，阮的烦恼，也是身躯病痛，主你拢知。求主你来帮咱，你来医治，信心嘛甲阮伫地。予阮活伫世间的每一天，拢充满着愿望。主，阮安尼祈求、祈祷、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咱阁要来为主日守望来祈祷，咱做伙来为着牧者，也是中集团队，阁有所有的服侍同工伫即礼拜所服侍的事工来祈祷，来求主
术后当工有溃来有官病，何西事工拢会当是用药主。好，来今日有圣礼典，吼，所以爱求信心，带来咱甲国外主有搁较密切关系，咱嘛爱有灵修的生活。过来5月初8，就是即礼拜5双年团契，一天的旅游，求主带领因有2台游览车会出入平安，嘛有好的天气，阁有水的团契。咱安尼开声来祈祷。上帝，阮将今日的所有的事工拢摆在你面前，阮要对主来做一项事，我们第一来对安尼，我当面当徛徛伫你的厝，来看你的美妙灿烂。伫阮需要是你所说的智慧，伫每一位或者每一位当工拢通你的祝福内底，你好的顶对甲体内地当来三正人，我所做一切事工，我当面心入去，就是你的方式。主啊，要上帝，我要为今日的敬拜献上感恩，求你圣神伫阮的中间，引带保守所有的服侍同工，互阮手里所做工，拢是用心益来。今日的圣礼典，也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思想主耶稣基督牺牲奉献的，为着咱牺牲来奉献，阮也要纪念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是为着要救赎阮。主，阮感谢你，阮也意爱亲近你，甲你同行。过来拜5月初8是双年团契一天的旅游，求主保守看顾，迄天有好的天气，路途平安顺利，出入平安，阁有水的团契。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咱同齐用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死惊着阮，赦免阮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人。无地带阮入地市，着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全队拢着对上帝说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用赞美的话显明伊的荣光。
咱三甲吟诗来学乐上帝，圣诗第87首，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写起立来吟。现在有人徛伫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欢喜来到你的面前，要专心学乐你的名。感谢你的恩典甲慈爱，因为你是天顶至权的大人君，你却愿意降临伫阮的中间，就亲像当年孙城的正女主甲正囝儿迎子你一样。只是阮的心也准备好势，要来迎接你威严甲荣光。何塞纳，何塞纳！我要甲历代的圣徒三甲大声欢呼，感谢你听叹阮列祖的入世，互代表互的主要所基督成做阮永远的愿望。你所应允无空空，你的福气满满，互阮伫你的恩典中间来领受属天的平安甲喜乐。亲爱的天父，你的听是遐尼长阔关心，超过人所会当测度。愿世间人拢会当明白你听的伟大。伫即个时刻就来归于你，掠着救恩的机会，求你来感动万民的心。互搁较侪人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主，来得到永远的活命。我也要感谢你赐福伫今早起的圣礼典，可以当通过圣礼典来纪念你为着阮所做的牺牲，互阮会当伫你的恩典中间定心来得到快乐，搁伫信仰的路程中间不断来向前。求你帮助，互阮伫圣礼典中间来深刻体会你的疼甲救赎，搁将这份恩典来分享互阮四周的人。主，愿你的慈爱来启蒙阮，愿你的恩典来更新阮，愿你的救恩临到搁较侪世上的灵魂，愿阮的心灵会当常常甲你相交陪，
互阮会当伫你的同在中间来得到安息甲快乐。求你来引带阮的脚步，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拢会当活出你的旨意，搁伫你的光明中来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我祈祷。请坐。这是咱要来启应文第38，就是对传道书第3章来的启应文第38。天的万项事拢有伊的期，事事拢有伊的时，生有时，死有时，灾情有时，口所栽种的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伤有时，跳舞有时，同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冷淡有时，憔悴有时，失落有时，保存有时，放杀有时，疼有时，报有时，静静有时，讲话有时，疼有时，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我在上帝所做的一切，拢会留到永远。袂加添，袂减少。做声，上帝安尼做，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给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是最最分彩。
咱要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雅各书第1章第22节到25节。雅各书第1章第22节到25节。就是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甲他听道理就好。若有人听道理无实行，伊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的面相。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以上，这是咱要请本堂陈碧芝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充满我第3讲行动。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过去一礼拜的时间、生活甲度合，也感谢你带领阮对4月份进入到新的5月份。阮也知影2026年已经经过3分之，阮也有8个月的时间，伫今年中间是阮会继续来努力、继续来打拼的。这个月，阮也要来庆祝母亲节。阮也搁一摆孝敬阮的老母，也孝敬每一位属灵的母亲，特别也求上帝，你也看过每一位母亲、老母，因拢有平安喜乐的心情。无踮伫阮身边的，也求上帝，你也甲因同在，来看伫因的生命中间，会当来见证主你的名。主，阮搁一摆也伫信心降临节的大心，也求上帝通过你的话，甲你的神来充满阮。互阮咱领受对信心来的快乐，安尼同心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伫信心降临节，咱有5个主题，对专心致意，然后顶礼拜咱分享的接纳，今日要继续来分享的是行动啊。我毋知影若讲到信心充满，你有啥物款的经验？也是讲到叫信心充满的时阵，你有啥物款的作为？为什么信心要甲咱充满？信心甲咱充满了后，安尼咱到底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呢？第5旬节，英语叫做 Pentecost。Pentecost 就是5个节，50，迄个耶稣国外第50天，信心大大来甲120个信，即耶稣的核心门徒来充满。充满伫因的心中是爱为耶稣来做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只有迄天吗？还是这个见证信心充满只有迄个时刻吗？要安怎互信心每一天逐日充满伫咱的心中？咱过去2礼拜，咱有分享爱心专心听主，才会接纳听人啊。咱做伙来讲一解：心专心听主，才会接纳听人。信心充满上大的目的，就是互咱尽心、尽性、尽力来听上帝。然后第2个也3亲像是讲，就要听厝边安怎，亲像家己。所以信心充满，毋是要为着来行这个新约。信心充满，毋是只有拄为着要来讲方言、行这个基义的代志。信心的充满，是要互听主甲听人这2个目标，会当有真正的啥物？行动，所以今日咱要来看信心安怎互听上帝、甲听人，会当来转做真正的行动。咱对使徒行传看到当初时，才互信心充满这个核心。因大家耶稣国外上天了后，因并无真正的行动，大概是关伫厝内底门窗仔拢关起来，伫内底创啥物？祈祷，伫遐祈祷。为什么伫遐祈祷呢？因为因毋知影要做啥物，但是呢，当信心甲因充满了后，有大风扫入伫因的房间，有即个大的声，咧响，然后阁有即个火亲像喙子，落伫逐个人的头壳顶，因着受着信心的充满，用15种的语言，拢咧学了上帝的作为，然后伊就出来传道。所以咱看到信心充满，要安怎来传道？伫使徒行传的第2章，但是第2章到第2章结束的时阵，出现一段真水的画面。
这段的画面就是伫《使徒行传》第2章对42节到47节。42节讲，遮互信心充满的使徒，甲受洗礼3000个遮的会友，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参与团契生活，八饼祈祷。使徒行真侪奇事神迹，引起众人敬畏的心。45、44节，好，到最后咱做来读。所有的信徒拢做伙生活，所有的米供给因，搁未加散财物，照大家人的需要分予大家。因逐日同心合一，伫圣殿聚会，搁伫一家一家八饼。用欢喜心做伙啉食，上赞上帝，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予因。伫这段圣经，互咱看到信心充满一个真水的结局，就是呢，凡物共用，大家做伙团契的生活，这也是初代教会上水的见证。但是呢，伫即个见证中间，安尼要来请问，若是讲听上帝甲听人，这段圣经中间，倒位互你看到因有听上帝无？这段圣经你有看到因安怎听上帝无？他们如何的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呢？好，我用红色的给它标起来。因伫遮领受上帝的话，使徒的教示，将耶稣的话摕来诚做因学习的。然后八饼，亲像今仔日，好，咱要来守圣餐，纪念主耶稣，搁伫祈祷，互大家人拢有敬畏的心。搁讲到因逐工、逐日同心合一，伫圣殿底聚会底敬拜，大家拢出声来学乐上赞上帝。所以信心充满的生活，因有听上帝无？有，安尼搁来请问，因有听人亲像家己无？爱人如己。有没有？在哪里？其他好，没有用红色标起来的。剩呢，咱看拢是听人，安怎听呢？因参与团契生活小组，使徒行真侪奇事神迹。神迹是为上帝行神迹，还是为人行神迹？上帝需要看神迹无？唔免，好是互人。这神迹引起众人有敬畏主的心，搁有所有信徒拢做伙生活，所有物供给因，搁卖家己的财产，照大家人的需要分予大家。因除了逐工的聚会，搁一家一家安怎？八饼，吼，这个八饼甲头前的八饼无共款，头前的八饼是咧领圣餐纪念主耶稣。后壁的八饼是咧讲到爱餐，吼，大家做伙食饭，做伙啉食，然后是用欢喜心做伙来啉食，所以因得到众人的欢喜接纳，有听人无？所以这段圣经，互咱看到信心充满了后，因安怎听上帝，搁互咱看到因安怎样听人，但是听主。听人好，有几个连接词啊？我用这个黄色给它标起来。这个连接词是什么呢？要安怎个听上帝，个听人呢？好，这个连接词呢，就是这个代名词。因好，他们因安怎听上帝，个安怎听人，就是这个使徒，个有所有的信徒，因除了听上帝，个听人。所以这个连接词，这个代名词呢？看起讲，他们如何在圣灵充满之后，受信心的充满，会当听主，买当听人。最后的结果就是圣经好教会历史上水的见证。最后一句，咱做伙来读：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予因。搁一解，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予因。意思就是讲，逐工拢有人安怎洗礼。大家拢有安怎信耶稣？大家拢有人安怎来教会得到救？这是一个教会上水的见证。这个见证只有两个基础，就是听上帝甲听人。咱有期待咱的教会，大家拢有人洗礼无？
咱有期待咱的教会、咱的社会，逐工拢有人信主无？咱有期待咱的世界，逐工拢有人得救无？安尼，咱爱做啥物？咱爱有啥物款的行动呢？就是爱将两个功夫做好，叫做听主甲听人。阿门。但是咱看到真侪时阵，这两个功夫基础，咱无认真去做，咱做真侪代志，直到咱一直无法度看到主将得救的人入加天父教会，所以咱的生活有可能是过头无闲。我甲写忙过动。写忙，就是咧无因刺策。你伫遐咧射箭，但是拢无射着目标。顶礼拜咱有讲到，迄个罪是啥物？没有射中靶心就是罪。咱的人生，这是顶礼拜。咱的人生，若无活出上帝要互咱的目标，咱一直写，用真侪的时间、真侪的气力。拢无一支箭是射着这个目标，安尼就是无因刺策，瞎忙过动，人生白忙一场。但是有的时阵，咱毋是无因刺策，有的时阵，咱是拖沙无要叮当。迄个箭，迄个根，安尼摕咧手头的，但是我到底要做这项，要做迄项，拖刷，时间一直过，最后一事无成。请问你是无因刺策，还是拖沙无叮当？拢有，还是拢无呢？但是上帝爱咱都一种，拢无爱。这是两个极端哦。一个就是安尼无眠甲无入，哇，真无闲。但是呢，毋知咧无闲啥物。最后家己嘛毋知影咧无闲啥物，连上帝嘛毋知伊咧无闲啥物。一个呢是经营，伊毋是咧用，伊心内底一直想规步，但是最后一事无成，拢无行动。但是咱看使徒行传，这使徒，这120个核心，因是无因刺策，还是拖沙袂叮当，拢毋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叫做精准行动，就是正确的行动。伊无拖沙，伊嘛无因，迄个无需要无因的，因是迄个精准打击甲精准真准确的即个行动啊。咱捌去大过称的中台语要怎讲？拍称，但是即个拍称，甲咧甲人拍称安尼啊。这个射靶，你把大过称的请举手。遮济人哦，恁哪有称通弹？毋是共拍称的。军训课军训课大家拢有上过军训课，有去射这个打靶，打靶。伫这个打靶的时阵，你就爱学习安怎瞄准，爱记得瞄准的这个要领三个点然后呢要对准，然后呢还要深呼吸。你的手会准袂？会准的时阵要安怎？甲拍，莫阁准啊！手在发抖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深呼吸调整。你的手一直准，安尼当然打出来的靶就会歪啊。但是呢，精准行动代表讲，咱若要将信心互咱的气力充满，咱若要真正用伫上帝的目标，咱就爱先看到底什么是目标，咱就爱深呼吸，唔通无因刺策，也不要底下瞄准了半天，最后那个扳机那个手指头都不按下去，安尼最后还是讲你一直射，这个庆忌子弹射了一堆，最后没有半个射中目标。信心充满，就是要互咱伫听主甲听人，这个瞄准呢，能够瞄准清楚，才能够精准打击，准确来行动啊！所以今日牧师要来甲咱大家分享，咱要安怎伫信心的充满内底，互信心咱带领咱准确来行动呢？要互咱大家简单明了记会条，这像讲的。
陈牧师，毋是即个陈牧师，陈道雄牧师讲的，所以就简单明了记会条，用听、看过来的听，听、看、听，爱听、爱看、爱听，互咱来思想要安怎准确来行动啊！即个听、看、听拢用伫什么所在？平交道，要过路的时阵。但是伫咱的生活中间，每一届，咱若要信息要甲咱呈现的时阵，咱嘛爱学习这三个字啊：听、看、听。听是听伫上帝的同在，请咱做讲一届，听伫上帝的同在。使徒行传第1章信心还未讲的时阵，对第1、第30、第40到第50，耶稣要上天的大神，就甲这学生讲。恁就爱留伫即个城内底听候，恁就爱 wait， 恁就爱停，停伫耶路撒冷，毋通想讲耶稣国话，即摆我们大家拢要出去啊，因为耶稣讲就爱互召万百姓做伊的学生，所以阮即摆就要出去召啊，毋是，因就爱停，为什么要停呢？因为因爱领受迄个对爸所应允的。The Father's promise， 上帝所应允的，请问迄个是什么？迄个就是信心。上帝所应允的信心，伊若走出去，咱若想看卖啊，真正伊若看到耶稣上天了，这12个门徒，大家就拢出去啊。安尼信心充满迄天，有啥物人伫遐？大家拢无伫遐，安尼变做大家无做伙，无斗阵。但是因无出去，因为耶稣甲因交代，就是爱停落来，爱伫迄个所在听候上帝要甲恁同在啊！今日咱所读的即个雅各书，嘛是耶稣迄120个门徒的中间的其中一个，即个雅各，即个雅各是耶稣的小弟，耶稣的小弟，伊嘛在提醒、在教导当初时伊安怎来领受即个信心。拄则咱读的是22节到25节，即马咱对头前19节来读19、20、21，咱做伙来读。亲爱兄弟姊妹，着知大家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就用温柔的心接纳遐个进伫恁心内，为当救恁的道。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然后呢，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受气，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什么上帝的公义啊！雅各耶稣的小弟。伊嘛是这120个，互信心充满的门徒。伊伫这个短短雅各书，甲咱讲，你不要只有听到，还要怎样行道？你要行动进行，你就毋通急，就消毒。最后雅各讲，就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进伫恁心内底，为当救恁的道理。所以有时阵，咱要受信心的充满，想讲我要去韩国找信心，我要去美国，互信心来充满，我要去非洲，迄阵布永康宣教书，哇，非洲100万人聚会，我要来去非洲，互信心来充满，搁有我要去耶路撒冷，互信心来充满，拢真好，但是信心充满。伫什么所在？咱要互信心充满伫什么所在？逐所在，要互信心充满，就是逐个所在。好，甲咱隔壁讲，信心充满就伫逐个所在。只要耶稣讲2、3个人奉主的名伫遐聚集，2、3个人奉父的名伫遐祈祷。主就要踮伫因的中间，耶稣就要甲因伫地，信心充满，
毋免急讲，我要去山基督山。信心充满，毋是讲哦，我要去什么神学院，迄拢真好，迄拢真好，毋是讲迄毋对。但是信心充满，毋是伫什么所在问题，是你是毋是有真正要超吹、要欢迎、要追求信心。诗篇84篇，诗人安尼讲：宁可踮伫我上帝的顶伫上帝的顶内底踮一日，较赢踮伫世间1000日。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毋踮伫歹人的帐棚内面。所以这是诗篇84篇，互咱看见的。伊无赶紧要出去。逐礼拜咱来敬拜上帝，逐礼拜咱来到咱家己的教会敬拜上帝。这就是伫世间较赢1000日，所以今日你若有这种的信心、这种的感动，你来教会做礼拜一天，较赢你伫外口的世界生活几工？1000天几年？2年较加2年半2年半左右啊。你将近3年啊，你若会当踮伫教会专心追求上帝，上帝要互咱一天的祝福，较赢你伫外口的世界伫遐拍拼2-3年，阿们。咱知影上帝伊的意爱，伫上帝厝来过门，检查伫上圣殿教会来过门有薪水无？无。啊，你去诈骗集团甲人过门有薪水无？哦，袂歹哦，迄薪水阁足悬的。你看迄真侪诈骗集团的领薪水的，出来拢驶面路的，拢驶迄个跑车的，啊，拢穿甲安尼光鲜亮丽。但是你要选伫上帝厝过门，还是甲诈骗集团过门？都一个？从你们的眼睛我就看到答案了。你要选伫上帝厝过门，就是虽然无真正薪水，真正无啥物跑车，无啥物法拉利，互你在走，但是你知影，你得到上帝的疼，这是一个智慧，是一种的 stay， 停伫上帝的同在 ，stay 就是留，停留。咱毋是伫即个世间无因叱咤。咱嘛毋是伫遐拖拖刷刷，咱伫遐 stay 是因为咱知影要领受迄个对顶头互咱的馈纳，对顶头互咱的迄个祝福，这是头一个停，你就爱 stay。第二个是啥物？看呢，就是爱看重耶稣的模样。咱做讲一解，看重耶稣的模样。拄则咱已经读过这段的圣经，雅各讲：你若真正要行道理，毋通骗家己。我听我有来做礼拜，我有来听讲道。牧师今日讲了，我拢无拄久哦，我拢有咧听。安尼我就是一个行道理的人吗？是吗？毋是，因为你只有听，无去行，亲像人照镜，早起有照镜无？结果即个瘤啊斗毋着粒，你照镜看到瘤啊斗毋着粒的时阵，你会安怎？照了后就出去啊？是安尼吗？绝对袂嘛！你照镜的目的就是，即个瘤啊斗毋着，紧甲透开，重新搁甲斗。你听到即个道理，你知影家己无够业，就是迄个瘤啊斗毋着。但是你煞无甲改，就是安怎？听到没有，行道。所以雅各比喻了真水。详细看了后，结果无做啥物代志就离开了，煞袂记家己瘤啊斗毋着，家己入喙去迄个泡，搁规喙的，然后迄个化妆画一蕊的目白，一蕊袂记你画啊，安尼你敢出门无？毋敢。但是照镜无去改，就是读圣经无去行，这种的人，伊就是亲像照镜。拢无改变家己的人。25节，咱做伙来读。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
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所以，灵修笔记，真久无提出来啊！好，这本有重要无？这本咧创啥物？就是咧照镜，就是咧逐工咱咧照镜共款。你一工爱照镜几摆？一摆有够无？无够，3摆咧无够。那对姊妹来讲咧，可能爱300摆。对阮查某囝来讲，我看伊逐工大概爱照镜超过100摆啊！为着安怎搁较水？但是咱的人生，咱的一工内底，你读圣经几解？有3解无？有2解无？有1解无？如果1解拢无，你请问几工1解？几天读圣经一次？还是更惨的，几年读圣经一次呢？这就是咧甲咱照镜。你若真正你认为要行道理，安尼你就要先照镜来读圣经。咱就要看当耶稣的模样。使徒行传彼得伊去传福音的时阵，来到约帕伫迄个约帕的附近，然后约帕有一个姊妹叫做多加，多加是希腊的名，就是羚羊。但是他的亚兰的名字叫做大比大，大比大，这个大比大呢，大比大呢，伊呢是一个足疼心的妇人人，伊拢专门咧帮助啥寡妇，伊拢专门咧帮助遮的寡妇，就是安过身的。伊安怎甲因帮助呢？伊摕钱摕物件，甚至佫甲因做衫。这个多加呢，足够做衫。伊做的这个衫呢，拢送互这个寡妇来穿。但是这个多加呢，毋知食到几岁破病来死啊！这个大家足毋甘呢，非常的毋甘啦。所以伊就听到讲，耶稣的使徒门徒彼得伫附近，差不多10几公里的所在，因就走去叫人甲请彼得，你赶紧来，毋通延前，紧来到阮遮。彼得伊听到。然后，伊就安怎？伊问讲：什么代志？什么代志？讲阮一个姊妹过身啊，已经拢过身啊，请你来，请你来。如果是你要过去无？伊要叫彼得过去创啥？伊要叫人拢死啊！主持丧礼叫彼得来甲伊主持告别礼拜有可能。但是我想因拢有一个期待。请耶稣的学生，你来祈祷看卖啊，看这个姊妹安怎会阁活袂？如果你知影因的意思，你是彼得，你要去无？不要让他们死心。但是圣经内面我感觉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彼得伊就起身了，伊就起来。他就行动了，所以使徒行传为什么叫做 act， 就是真多 action， 真多行动。彼得伊可能嘛知影伊要创啥物，嘛知影这个多加已经过往啊，但是伊不管3721，伊就是起来了后，看到这真多寡妇，大家吼，大家哭。然后这寡妇佫看，你看这件衫就是伊做互阮的，圣经安尼写，把衣服也拿给彼得看，彼得受到感动，就叫这个人出去。然后伊学什么人？伊学耶稣。耶稣安怎叫列撒罗出来？彼得伫遐有看，伊就共款伫遐大声喊：大彼得，我叫你起来！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伊有起来无？伊真正起来啊！所以约帕迄个所在，真侪人信耶稣。到今仔日现在21世纪，约帕就是这个雅法叫做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雅法雅法这个所在因为彼得伫迄个所在来行这个
深入，因为伊听道理，伊嘛行道理。行道理就是伊看到耶稣安怎做，伊就对耶稣做共款。过去彼得因看耶稣是甲耶稣做伙生活，今日咱看耶稣，伫倒位看到耶稣，彼得的心肠够有力，真好。伫基督徒的心中看到耶稣，啊，够有力。吼，拄则我听到牧师娘讲，伫圣经看到耶稣。你有伫圣经内底看到耶稣无？除了数多这个福音书以外，旧约有没有看见耶稣？新约有没有看见耶稣？圣经亲像镜，就是要互咱看到像看到耶稣。所以当咱看到耶稣，咱就甲彼得共款，最后停看听，就是爱听信神的引传。咱来读这段圣经的最后2节、26节、27节，请。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舌，是在欺骗家己。这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搁保守家己无念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这120个文图，雅各讲，这个真正的敬虔，真正的行动，伫信心的充满内面，是一种敬虔的表现。敬虔是你啥物拢无做，敬虔是你做啥物拢是精准准确的行动。这种的行动是保守家己无念着世俗的腐败。顶礼拜咱讲到美国建国250年，因为因讲一句话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阮的跋倒，阮的失败，因学习的就是对圣经来这个合一的价值。咱嘛看到基督徒是对倒一间教会来去人好安提阿教会。安尼，我要请问，为什么毋是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咱拄则看《使徒行传》第2章，大家凡物共用，彼此相疼，生活过一个真水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基督徒 Christian 这个名称是伫安提阿教会呢？为什么？因为安提阿教会因为彼此相疼。比继续，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怎受到迫害，因就分裂，因就四散。所以咱看到一个教会合一，就会当有真水的见证。这就是信心的引传。安提阿教会到使徒行传15章，因伫遐敬食，伫遐服侍，伫遐祈祷的时阵，信心甲因逐个人讲。这个教会每一个人拢是有信心的充满，信心甲因讲，就要为着我找2个人出去宣教，多2个巴拿巴，啊，搁有保罗，迄阵保罗的名还未改，叫做扫罗。所以因着真正大家拢真欢喜，派这2个上界敬虔的、上界有气力的，因着真正出去宣教。咱看到一个教会合一，信心就大大甲因充满，因自然就会出去行动，自然信心就会找因出去为上帝来做工。有一个故事讲伫一个真水的海边，这个海边真侪人来遮游泳、潜水，但是久久拢有人伫遐来溺水，所以因就爱派什么救生员伫迄个所在。然后人愈来愈多，这个救生员一个无够就爱2个，2个无够就爱3个，救生员就愈来愈多。等这个救生员愈来愈多的时阵，因讲啊，阮一群人伫这个所在拢无一个厝顶，无一个馆，无休困，无排班的时间，所以讲阮就安怎爱搭一个办公室，阮伫迄个所在，安尼阮若无值班的时阵，阮就爱伫迄个所在来休困。然后讲伫即个办公室内面真热，阮伫遐休困时阵根本无法度休困，所以爱斗啥物？
爱倒冷气，吹冷气佫无够，爱啉水佫爱佫说啥物冰箱内面就爱有凉的。然后有即个冷气佫冰箱，佫有啥物电视，你来拢知的。讲无聊的时候，我会当伫遐看电视。结果呢，即阵救生员，大家伫内底创啥物？吹冷气、开冰箱、看电视。结果外口有人溺水啊，有人知影无？内底无人知影内底无人知影，因为伊拢咧吹冷气、开冰箱、看电视。请问，咱的教会是毋是安尼？咱的教会为什么要有教会？是要互咱伫遮开冷气、吹冷气、开冰箱、看电视吗？咱来教会做礼拜，为什么咱来做礼拜？为什么咱要伫即个所在来聚会呢？敢讲是为着咱伫即内底的人，还是为着外口的人？内底的人，外口的人，为着外口的人。即个救生员，因就是为着遮个人的性命，才来到即个海边。上帝嘛是共款，调咱来到伫教会，是要为着外口的人。但是如果咱的教会的生活，拢关伫教会内底，拢咧做教会内底的代志，对教会外口的人，咱毋知安怎去甲因听，咱就真正咧无因试察。毋知咧无因啥物，上帝甲咱问讲：安尼你信主，你受信神，到底咧无因啥物呢？好，咱逐礼拜拢讲着即句话啊。保罗讲：我只有一项事啊，袂记你后面的事，好，只有向头前所踩的标来跑走。即个一项事，就是要听上帝，过来就是听别人亲像家己。请问你有瞄准，你有对准即个代志无？咱要领受信心的充满，爱有即个行动的高抹，爱记你停、看、听。雅各书讲停，就是咱爱接纳迄个进伫咱的心，会当救咱的道理。咱爱留伫耶路撒冷，听候迄个对天来的信心。看，就是爱详细来查考。互人得到自由完整的律法，这就是主耶稣。耶稣就是圣经，圣经就是耶稣。咱就要听信神的引带，保守咱甲即个世俗无交叉，无念着世俗的腐败，互咱真正伫教会内面是联合的，是合一的。咱伫教会毋是关门做教会内底的代志。咱伫教会是准备要出门，要去传福音。阿门。信息的充满，听、看、听。彼得讲，你就爱快，听就爱快，讲就爱慢，受气就爱慢，因为人的受气袂当承接上帝的公义。当咱伫教会也是甲人袂拄好，要生气的时阵，这绝对是最后的选择。最后的不得已，因为咱就爱停，就是爱温柔来接纳；看就是爱详细来查考；听就是爱保守咱家己，伫信心的充满内面，互咱当温柔接纳、详细查考、保守家己。有颜色正面这三抓，咱做来读：温柔接纳、详细查考、保守家己。这嘛是信心的充满。咱会当去接纳别人，咱会当详细来看圣经，找主耶稣，佮保守咱家己无行歪错。这是信心的温膏，温膏第一是膏抹。这个膏抹的意思毋是讲，你捌抹过乳液无？请问安怎抹？倒落去，搁来咧，爱抹。你若无甲抹咧，甲倒落去安怎？安尼就规格，规格伫迄个所在。信息的温膏，若是伫一个教会，只有倒伫少少的人身上，安尼有够无？就要安怎抹？爱甲抹，逐个人拢爱安怎？拢爱领受信心的充满，爱温柔接纳，爱详细查考，爱保守家己。一个人信心充满，
无较熬，大家拢信心充满，才有熬。咱来看到数道形段，这个数道120个，毋是12个，是120个。大家拢有信心活过，拢有信心充满，大家拢会当出去做工。那教会中间只有牧师一个人会当替人祈祷，安尼即个教会有熬无？爱安怎才会熬？大家人拢会当替别人祈祷，安尼才有熬。所以，甲你隔壁兄弟讲，咱拢会当替别人祈祷。啊，神煞甲讲，我嘛替你祈祷。信心充满，就是互咱起来，亲像彼得。他就起身，伊就起来，伊就开始有行动啊！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听上帝、听人，拢有准确的行动，无伫遐无因试查，嘛毋是伫遐拖沙无叮当。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阮伫信心的教导内面，互阮知影教会毋是一个俱乐部。教会毋是关门起来吹冷气、开冰箱、看电视。教会是为着要救人的灵魂，是为着要将福音传出去。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的行动，互阮伫教会的服侍，拢是为着听主甲听人来努力。无论什么时刻，阮拢爱照圣经的行，对圣经来看到阮家己需要调整。需要改变的所在，互阮真正听道理，也行道理，实行道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们来吟诗回应上帝话的圣诗197首，来帮写书乱乱宣花，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下树乱乱宣花，人人空空着我。世上君王要过祝福，相信欢喜结门。是尊上帝应甲归言，甲出来做对点，离开圣经。请坐。咱这是要来信礼典，今日咱有一名小儿的洗礼，是这个昌庭的查某囝，细汉查某囝凯伊啊，咱请这个昌庭带凯伊会当来到台前，那请咱做伙来吟信诗352首的第1集到第5集，请咱一个来吟。心会所行的义，了有关系的小义，亲像旧约行到咧，了明行义受上帝，
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摸。学生即笔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敬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信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也未明白这个事，要据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的心上。这个细囝是稳定的约的好事，上帝要用洗礼带因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属伫基督的来做伊的百姓。蔡昌廷、叶林君，带恁带恁的细囝蔡凯伊，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信仰，就要来回答牧师的问题。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有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训恁的查某囝。就是凯奇甲凯伊，就用基督较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伊凯伊所行会当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要要安尼行啊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凯奇凯伊也帮助恁来修这个约。请昌廷带凯伊来到台前。好，咱做伙来讲阿门。这个是水，蔡凯伊，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好，请回。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凯伊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悲惨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咱遮的父母，就是昌廷、林君，甲所有咱的会友亲自来做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伊大汉来领受坚信礼。请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的上帝，我恳求你来保守、照顾凯伊，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互伊的智慧、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我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予伊，引带伊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也救伊脱离少年的诱惑，直到成年的时，互伊通家己告别伊的信仰，各会坚持到落尾。主，我的上帝，你的圣囝耶稣伫拿撒勒捌过世间家庭的生活。我也求你祝福这个细囝凯伊的家庭，甲凯奇，求你赏赐因甲伊的父母，互囡仔照顾因的人，拢互因有智慧、温柔的心来照顾细囝，通伫你的听的内面来成长。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昌廷、好邻居你们向后转，好，咱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答吧。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祝福你，好，恭喜。好，小会员请站在后面来拍照。凯伊的爸爸妈妈就是昌廷跟林君，昌廷是向的好心，光福长老跟张娟老师的儿子。他的妹妹恒珍今天也有来，全家也有来这个林君呢，是这个叶惠美是陈模的表妹啦，陈模的表妹惠美姐的侄女所以这个是在嘉义的北荣教会所以已经姐姐也在嘉南教会洗礼妹妹也在嘉南教会洗礼虽然因即摆拢住伫嘉义
但是他们的急跟他们的心啊都在家里。好，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好。好，我们请那个来上列哦。哎，有吗？有，在哪里？阿公要哦，阿公要来，好。好，来拍婆啊，来甲因恭喜，甲因祝福。如果想要知道家也有好吃的鸡肉饭呢，好，等一下结束之后可以问昌婷跟林君哦。好，咱拍婆来甲因恭喜。好，请回座。好，咱这时阵要来领圣餐，请咱做伙一日来吟信诗355首，第1集甲第3集。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教会的陪参者，三甲来收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就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凡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耶稣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也是照保罗所讲的。保罗讲：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予恁，就是主耶稣予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但主耶稣予咱卖迄暝有提饼来祝谢，所以咱也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大心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信神来审判阮，也审判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咱的长老来服侍捧杯甲捧饼。欢迎每一位受洗礼的，也是更新的兄弟姊妹，做伙来领受圣餐。
当咱领受这个圣餐，是代表耶稣伊的身躯，咱就要用敬畏、感恩、敬虔的心来领受，互咱伫领受的中间，看见耶稣甲咱同坐道，互咱摕到这个饼甲这个杯的时阵，咱用敬畏来祈祷，听候，而且在听圣神所要对咱讲的话。咱会当特别为着咱的身躯的病痛，也是为着咱生活中间所拄着的重担，也是咱家己家庭的欠缺、人命的欠缺，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咱，因为耶稣听你的祈祷，听咱的祈祷。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你嘛就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是伫耶稣的血所设立的，你就爱行安尼来纪念主耶稣。感谢主耶稣为我的罪来死，为我的病痛流宝血。为着我的软弱，为着我的散赤，为着我的丧香，耶稣欢喜钉伫十字架顶，互我伫耶稣基督内面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这是一个对天来的恩典，是天顶的美娘，要互咱得到食无搁再枵，啉无搁再喙焦，要互咱得到永远的活命。愿信神，愿上帝帮助恁，帮助我，互咱会当伫即个时刻，搁一摆甲主来亲近。互咱毋是只有摕一个饼一个杯，互咱是摕到耶稣伊的生命，耶稣的活命。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你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做伙来领受。”这个杯就是新约，咱做伙来领受。
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做伙来祈祷。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应阮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引慈悲帮赞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因跟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即时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甲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也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给你，做你我应靠之心，是天你之恩厚存，归言肯你把你本，我的手爱你明年，为着我出最罪孽，我卡呀为你献，小兄弟也不散，我的心。再起立。我的情愿献给你，愿主动看你心意。我的在这里深处，感我念你随你路。敬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过去的一个礼拜，使阮恩典满满，使阮拢无欠缺。感谢你的圣神带领引带，互阮行伫你使阮恩典救赎的路。阮尽献上金钱、时间、才能，做你圣工所用，望你感纳。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要请洪翠玲长老来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请问今日敢有头一届来到港南教会主会兄弟姊妹？有受洗的凯伊，受洗的凯伊哈，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好，恭喜你，好，过来做消息的报告。好，教会有成立性平小组，那成员有陈牧师、孙敬长老、松辉长老、集会长老、义军长老、嘉生长老、处瑜长老、如山长老，还有苏成长老，这7位是牧区的长老。啊，还有赖静怡师母、陈玉兴执事、吴敏元执事。好，这个是为了要男女平均啊，所以又增加了3位女性。那如果兄弟伫教会有发生性平的事件，会当及时通报这个小组的成员来协助处理。我直接来补充吼，咱看周报的第2页，好，咱前2礼拜拢有介绍好性平3法，好，上礼拜介绍性别平等教育法，
好，顶礼拜咱介绍是性别平等工作法。好，今日咱要介绍是性骚扰防治法。好，教育法就是伫学校，工作法就是用伫上班的所在。但是不在学校、不在职场，那拄到性骚扰事件，好，拢是伫第3个性骚扰防治法内底啊。好，所以包括你咧坐车、你咧菜市啊，好，你咧社区，好，你伫厝的，好，所有好拢是好伫即个性骚防治法的即个范围管啊内面哦。好，即个性骚法呢，好伫2年前有修法，好，就是严惩好权势性骚扰。好，咱若是最主管的，好，对部属，好，若是用教育、训练、医疗、公务业务，好，来借势借端，好，来做性别上面的骚扰，好，爱加重刑责。然后强化场所主人的防治义务，好，就是除了伫学校、除了伫公司上班的所在以外，好，这是有大家做伙组织，包括教会，好，所以咱的教会好不是适用性别平等教育法，不是适用性别平等工作法，好，因为咱教会嘛有上班呐，好，所以也有，但是咱教会会议不是直接上班的，好，都是适用在性骚扰的防治法。好，所以教会有义务，好，有责任，好，伫教会人甲人中间，好，若是即个性别上面受这困扰的代志，好，所以咱才有成立这委员小组，哦，都当甲这小组的这成员，好，可以跟他们来反映哦。好，当然咱上好都是备而不用，好，但是若真正真不幸有这代志发生的时阵，好，咱有缘，好，嘛是爱遵循这个法律的这个规矩哦。好，当然，好，毋是讲每一个人好拢袂犯错，好，连牧师嘛会犯错，牧师嘛有可能会跋倒，好，所以咱大家就要互相来保护，互相来提醒哦。好，然后在性骚扰，还有就是被害人呢，爱给他保护，不要让他受到2次的伤害哦。好，所以这是咱爱来了解，好嘛，望咱兄弟姊妹，好，咱过去这3礼拜，好，都可以多一些的认识，好，让对异性好都能够有更多的尊重，安尼好不好？好，感谢，好。好，过来。好，下主日是母亲节哈，是儿童服饰的主日，一场礼拜哦，哈，是9点半伫新堂举行，邀请。只要是妈妈的亲友，有妈妈身份的亲友，都欢迎邀请她来参加母亲节礼拜哈。按照往例，我们有一个小礼物会赠送。那因为迄天无爱餐，所以会后每一个人分一个包啊。啊，为什么不是2粒？啊，因为有的人要去聚餐呐，哈，今日摕2粒，你就不爱吃饭啊呢，好，所以1颗就好。啊，你若要去聚餐，不拿也没有关系哈，无要摕嘛，无要紧。好，本主日的爱餐嘛暂停。好，过来拜3、5月初6是华2区的祷告见证会。好，时间是暗时8点，伫7楼的礼拜堂。主理是陈敏哲长老，欢迎兄弟同齐来参加祈祷会。好，咱5月份生日的名单已经刊伫州部的第2页。那今日无要庆生，后礼拜才要来庆生。咱会使看你的名敢有刊伫个顶头，5月份生日的敢有甲伊绕高去吼？咱会使来先来检查一下。好，过来。好，松大讲座嘛是5月初6拜3，早起是10点半，主题是下水道的保养，讲师是何明珍老师，来欢迎参加。好，兄弟团客1日游是伫个5月8号，早起的7点半，伫教会集合。好，人有参加的亲友爱注意一下哦，早起时仔的7点半，伫教会集合，然后7点40分要准时发车。好，来几点要开车？40分。几点集合？7点半。嘿，毋是有参加的人才会来吼哈。好，来
我们的那个团契的那个长老有交代哈，那个出发的详细的细节呢，这个礼拜会公布在松年团契的赖的群组里面，所以你不用紧张，这个礼拜会公布出游的细节。若是你有报名参加，但是你还未加入团契，还未加入赖群组的契友，团契的契友哈，松年团契的契友，请赶快加入那个赖的群组，才袂落高。好，过来。生意助学金，名单已经公告伫1楼的公布栏，嘛是会注意要颁发，请领奖的同学要出席礼拜。好，今日下晡1点有牧区同工会议，伫个501教室，请各牧区的长老甲区长来出席。好，过来。青少年领袖营是永光教会主办，时间是8月20到8月22，地点是新竹圣经学院。那对象呢是国中到大专的学生。那详情请去看电梯的公告栏，若简章伫1楼的中岛索取。你若是有要参加的，爱伫5月17号以前报名。那伫即个时间报名有早鸟价3000块。好，过来总会宣教基金会有主办银发芳香按摩工坊，时间是伫个5月30早起时8点半。好，地点就是伫遮咱教人教会本堂。那详情嘛是请见那个电梯的公布栏。好，详情请见电梯的公布栏。报名费800块。好，报名费800块。如果有兴趣的请报名。好，伫遮补充一个咱的即个生日的名单今日有2个寿星一个是淑华姐，淑华姐。伊今日生日98岁咱来拍拍甲伊恭喜甲伊祝福。搁一个是岳凤姐岳凤姐是参加华语拜，小咱才甲伊祝福安尼。以上。好，来，咱来读圣经。今日的圣经搁书1章25章，咱来读2解。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雅各书1章25节。搁一解。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搁有伫坚守的人，伊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雅各书1章25节。咱要来吟祝福圣诗，圣诗第402首，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甲你来行。困求你甲我大道保护，假使我言行欠你是正，但愿答你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找光点，因找作是的人。这是我人生的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心的充满，甲恁尽大家伫地，互恁当领受对信心来疼人甲疼主的行动，会当做伫弥赛心上，就是做伫耶稣基督的心上，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咱互相来请安，好，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平安。
这个服饰的防风爱你越来越厉害。完全放下来，那种防风啊。因为这个这里下来被那个好大气哈，每一代长辈哈，刷刷刷啊，这样动个体。哎，这个对。哎，这边啊，前面一个人看前面，啊，这边好比较啊，哎，你看这样，水平，左边比较低。哎，对，这边比较上面下，左边那上面。然后那个好那个，对，再把它放，那这个呢不要移动到。当你要移的时候，当你要移的时候呢，这个不要按住，这个它就会跟着。